上好台湾囡仔的豆腐，Part 2。三国年代的这知识分子、文学家、甲艺术家，因咧想嘛是这啊，到底台湾是啥？啊，咩表现台湾啊？咱即马只是讲爱在干农这个事件，认真来思考伊伫咧这个背景内面所扮演的角色是啥？大家好，欢迎收看送互台湾囡仔的故事。今仔要甲大家讲棒球。去年台湾摕到世界棒球12强的冠军，全台湾拢欢喜甲不得了呢。棒球已经会当讲是台湾人的国球啊。虽然台湾棒球运动伫1990年甲2000年发生了拍假球的事件，影响球迷对这个比赛的信任，棒球有一段时间失去了观众的信心甲关心。我是感觉讲1999年这拍假球的事件只是一段时间互人感觉讲对野球无信心啦但是当然，当这个特别是台湾对外国际赛都有法度得到足好的成绩的时阵所以一下就来大家对野球的这个关心甲支持，拢随着扩大来嘛这是个嘛第二个是当然是这个处理拍假球的事件嘛伫咧2000年到尾了有一寡较明确的结果嘛，开始得到这个台湾人的这个信任嘛。伫职业棒球联盟的努力下，重新整顿甲改善球场的设备，渐渐甲过去失去的球迷、佮有观众拢找回来。而且伫去年的2024年，台湾队 Team Taiwan 伫世界棒球12强比赛中，佮拍赢强敌日本队，摕到冠军。会当讲，迄时阵所有的国人拢咧看这个比赛，这个冠军为台湾的棒球历史佮留下辉煌的一页。有当时是一边的事件，会当互咱一个长久的信心。12强的冠军，安尼对这个过程发生的经验有信心。去年组的迄个球队是我感觉比较依靠按这么来讲的现代野球的既判断科学、判断状况的状况下所组成的比如讲，即按即马拢讲迄个赛博野球、数据野球嘛迄对即个每一个对即个比赛的战术甲球员使用免哪调度，其实拢有参考的作用。去年就是基本上是大家即个分工拢都清楚的嘛迄其实背后反映的是按对即马这套野球的进行的方法有自信嘛伫即个自信内面嘛一定成功啊！我是感觉爱会记你这边的经验是安尼。但是大家敢知影棒球是安怎传来到台湾的吗？以及伫较早无电视的转播、无网络的直播的年代，棒球的比赛佫是安怎互一般的民众会当知影上新的比赛状况呢？这个甲迄当时的传播科技有关系啊，就我来讲互大家听。棒球引进台湾的时间，甲顶一集咱讲到骹球的时间是差不多的，拢是伫日本的时期。棒球是日本的特有运动，日本甲因称作野球。一开始台湾本岛的人无鼓励大家参加这种运动，也毋知影日本人摕棍仔伫遐飞来飞去有啥物好耍的。不过到1920年代，对着日本政府鼓励运动的政策，台湾人也开始接触野球，岛市内面开始办各种的比赛。日本的野球差不多伫1920年的时阵安尼讲，迄个武士道野球，武士道的野球的精神，规个已经建立起来这互伊伫国内咧推广的时阵本来受到批评，开始就慢慢降低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是软式的野球发明
哦，本来野球足贵的啦，野球其实是一个要进入野球运动，伊的迄个经济的条件是足悬的，哦，因为球具拢足贵嘛。啊，但是1920年代迄个球龄的，哦，迄个橡胶的即个软式野球发明，啊，大概一粒球的成本会当降春草1/6、1/7尔。这甲野球的推广有足大原因哦。啊，自这两个原因之下，开始的即个国小啦，吼，是讲下校、中下校、社会人开始这种制度性的比赛就开始出现啦。哦，啊，其实台湾应该开始派野球的，伫1920年代初期读公校的学生，哦，应该是对因开始的。哦，因伫即个条件下，因较开始派野球。相信大家对1931年嘉农的传奇故事一点仔嘛无清楚。也捌去拍做电影《卡诺》，对台湾南部嘉义农林野球队，伫无可能的状况下，进军日本高中棒球赛上悬的殿堂，加之远全日本高校野球赛，而且摕到亚军。啊，你知影讲，其实甲总对台湾第一个意义是，甲总是台湾爱开始有一个选拔赛嘛。啊，迄个到尾啊，代表迄队其实毋是叫做嘉农队哦，是叫台湾代表嘉义农林学校。所以其实甲总的选拔赛，它其实在操演一种机制，就是台湾的诞生。哦，台湾作为一个运动的台湾，正做一个运动的对象。这队嘉义农林野球队是一队参有汉民族、台湾原住民、大和民族所组成的三族共合的球队。读农校的人，台湾人真济。啊，原住民来讲是感觉伊嘛爱培养即个咱讲的部落精英嘛，所以原住民的部落内面咧培养部落精英，伊读3种册嘛，就是你部落你即个现代的生活爱维持，你要爱有医生，哦，所以伊嘛想要培养台地医生啊，啊爱有老师，哦，所以拢上来南书读册嘛，哦，啊另外一个就是里面啊发展部落的产业嘛，就是国中学校，哦所以第三个就是比如讲伫台湾的日本人想要对农校有兴趣，足简单的，因为糖厂糖业迄阵长好，哦，糖业是足好的，迄阵哦2000年代了后，迄是非常好的哦，迄糖的需求在1战之后等等哦大增，读农业学校是一个有发展的哦，然后那个时候阿里山的林业嘛拢是足景气的啦，所以其实这个选择是很理性的选择，就是很务实，就是我将来。这毕业了，我就要出业吧。哦，这上好找头路啊，我就是来做这啊。哦，所以这个学校有3种的，这个3族群的组成，背后是这个原因。伫1931年，嘉义农林野球队伫第9回的全岛中等学校野球大赛中，以过5关斩6将的方式，一路拍入去决赛，最后拍赢历届的冠军台北商业。得到代表台湾岛比赛资格，这是头一摆有罗水溪以南的队伍拍赢比赛，意义重大。这3个族群结合的队伍，伫8月15号来到观众满满的嘉庆园球场，吸引了全台湾人的注意。迄时的主导吴明哲首战击败了新内川商工，续来阁连赢2场，就是北海道札幌商业。北九州小仓工业总是却伫决战中输予强敌中景商校，摕到亚军。但是这伫台湾日本时期棒球历史顶面，已经是创造了空前绝后的成绩。新民报都登后啊，伊就讲吼，这野球比赛上重要就是投手，
我想哇，这好厉害！较早伊的迄个体育新闻都无写甲遮好呢，吼，伊就随知影讲，这投手上着，啊，讲即边的投手就是安尼主将吼，就是这个台湾人吴明杰，吼，所以就一下子就把这个台湾代表队赋予了一个真正的台湾的自信。啊，所以伊的意义是伫遮，吼，所以我讲野球重要原因是因为日本时代是台湾经过一个整体化、一体化过程一个足重要的阶段。毋过，伫无电视甲网络直播的日本时期，伫遐远日本的比赛消息是要安怎传转来到台湾，就是靠着垃圾实况转播，无毋对，就是透过广播放送比赛的状况。加农这嘛是利用这个安尼讲新的这个传播工具的条件，啊，互台湾人认捌到这个运动，吼。大家应该开始好奇，日本时代台湾岛屿内面的传播技术情形是安怎呢？当时因为日本受到西化的影响，广播系统这个现代科技，也就是伫这个背景下引进台湾这个殖民地。虽然广播一开始是用来做政令的宣导，的作用较大，但是也替台湾的民众早来真侪消息传播甲日常生活娱乐的转变。广播的前身是无线电，日本人形容伊是一种无线，但是煞会使将真远的消息传出去的文明工具。伫日语中，广播这个词通常用放送来表示。这个词到即马其实嘛包含电台广播、电视放送、网络直播各种的形式的节目传播。讲到嘉农迄时比赛放送，就爱讲到当时台湾放送局的发展，也就是广播电台。因为放送这个词是对日本时代传入来台湾的字句，所以台语念做放送。尤其早期常常将日本话转做台语。放送伫20年代变做一个日本一个足重要的安尼讲的传播的工具嘛，吼，这其实甲足侪原因嘛，吼，甲什么关东大地震了，哦，然后甲转播太子的结婚大典等等的，哦，这种有关系。啊，这当然是一个是为着要这个大灾难了，啊，要这个互。即个安尼讲诶，资讯透明，会当交通，哦，会当交流，啊，这等于是广播的讲，伊敢若有足好的社会功能。啊，另外一个就是透过要转播皇太子诶，然后让这种帝国的天皇认同这个事情，可以透过放送的媒介，达到全日本的效应嘛。也因为安尼及时传播的特性，互新闻业摕来运用。1925年，东京放送局正式开始播音。隔年，民国屋甲台版放送局嘛陆续成立。同迄年的6月，台湾总督府也开始进行实验播音，伫台北几个重点的所在装收音机。日本官方就开始整合，主导设立日本放送协会。一般民众装收音机需要放送协会登记，而且使用者爱收费。伫1928年10月份，台湾总督府正式成立广播电台台北放送局，当时有登记的用户每个月拢征收听取费，也就是收听费用1块。真趣味的是。嘉义农林野球队也是伫1928年成军，这个意外的巧合，是毋是有一种放送局要来放送这段伟大的事件呢？透过放送是一个大家拢的这个事件，变得全台湾拢大家拢知影，一个足重要的一个放送的工具。哦，其啊，这我感觉野球的这个传播哦，普遍化伫日本时代。一定要知影讲，其实放送是一个足重要的中间媒介。当年迄场受全岛注目的甲子园比赛时阵，其实敢若台北放送局成立，其他中南部地区有收音机的人，只有少数经济能力真好的人才有。所以全岛人是要安怎收听这场比赛直播呢？迄阵我伫嘉义咧做采访的时阵，哦，
伊足侪人来讲，伊是伫咧某一个人的厝里的外口，哦，听加农的比赛，就是伊带伊的radio搬出来外口，互大家听。哦啊，所以电影卡农内面所描写的迄个情形，是迄阵伫台湾做者拢安尼，做者出来安尼吼。比如讲，新公园变做一个足大的风扇站，大家拢会听嘛。哦啊，家己哦，比如讲我的迄个，当我讲即个故事的人，伊就讲有一个叫做姓黄的医师，吼，伊就讲带伊的radio搬出来，啊，伊就是固定往遐听，啊，我就问讲你听有无？伊讲听无啥有，迄做那就像我说的，运动就有点棒球有点复杂，但是就是当有利的时候，大家欢呼的时候，他就陷入高潮嘛，大家都欢喜的，啊，最后赢呢。啊，这个故事是毋是单伫家己尔无？哦，我伫个花莲的玉里哦，有一个花莲的野球界的前辈，哦，伊甲我讲，我细汉时阵知影，伊就知影，伊细汉时阵伊就知影加农。我讲啊，你开始知？讲透过哪里用？为了增加用户，放送局的内容增加真侪台湾音乐、历史、综艺、商情等等的内容。商情就是市场的行情、商业的情报、物价的变动甲经济状况，就亲像即摆财经消息啦，甚至甲唱片业者结合无，期待互艺人现场的演出，也是讲介绍新上市的流行唱片。也是讲直接直播日本内地的节目内容，目睭开起来想想，是毋是感觉当时的大众的生活真趣味呢？啊，这其实有做着原因，嘛有一个代志做趣味啊，就是讲吼，因为早期无电视嘛，啊，透过放送，啊，你免啊带一张，这个一直咧变化的球赛，讲甲足刺激的，哦，啊，所以其实，野球的放送是诞生了非常多的明星播报员。这个放送的人吼，伊其实伊透过各种的无共款的方式去创造出一个透过声音来表达的哦，一种球赛的刺激的感觉哦，啊，透过一寡声音，啊，透过一寡讲话的技术哦，带迄个球赛的这个紧张性，啊，透过用讲的方式讲出来，啊，这其实是这个野球的放送有法度变做足侪人。哦，会当吸引足侪人一个足关键的原因是这。听了这个故事，是毋是感觉即马真习惯的广播，伫当时社会是相当先进的代志？希望大家欢喜今仔日的故事。若是想要更了解台湾棒球的故事，会当去找《台湾棒球100年》这本册哦。伫台北嘛有一间足特别的咖啡厅，特有正商行 Real Goods。伫即间咖啡厅内底，会当看到所有甲电影卡诺有关的展览哦。伫内底有当时翕卡诺这出电影的幕后展览、假死、戏服，阁有导演拍片时的笔记。除了电影卡诺以外，个人看到其他的电影，亲像《海角7号》、《赛德克巴莱》这几出电影的相关展览甲假死。若是介意电影的朋友，千万爱去内面行行看看哦。后一集咱会刷落来讲收音机有关的故事，会真趣味哦。若是介意咱的节目，会记得爱试一个赞，分享给朋友，会订阅频道，阁有开铃铃起来，才袂漏到精彩历史故事哦。咱后一届再会，拜拜。台语学一摆，日日都精彩。大家晚安。听了今仔日这集的故事，是毋是有感觉台湾近代放送局的设立，伫迄时阵的社会，真正是一个重大的改变。透过广播即时的消息，会当传播伫世界的人的中间，改变了人甲世界连接的方式。今仔日的台语学一摆，来甲大家复习头前伫故事内面有出现的野球放送局甲比赛转播有关的字句。第一个野球，今仔日的主题是
野球就是现代人在讲的棒球。野球这个字句的源头是日语。第二个球迷，球迷意思是爱看运动比赛、支持球队的人。故事的内面有讲到，野球伫台湾现在已经若亲像国球啊。台湾也真侪支持野球的球迷，每一个球迷拢有家己支持的队伍。球迷伫台语有时也会听到人讲爱看球的人，但球迷是比较口语的讲法，无论是棒球、篮球，也是骹球，拢会使用到。第三个联名。讲到棒球队伍，台湾嘛有属伫咱家己的职业棒球联盟。联盟是指团体中间为着共同的目标联合做伙。譬如讲，故事内面有讲到的职业棒球联盟。第四个科技，因为18世纪工业革命。加上日本西化的原因，足侪西方的现代科技传到日本，也亲像现在时代一直拢在进步，常常会用到科技这个字句。科技就是科学技术的称呼，简单来讲，就是人类用科学原理所创造出来的工具系统。来改变生活，还是提升效率。第五个，无线电。故事中讲到，因为当时科技的进步，加上无线电，互人发明出来。无线电是一种无需要用线连接的电波传输技术。无线电的发展开始是无线电报，后来的无线电。才开始用伫广播。第六个播送，播送的意思就是透过设备来传送声音，还是画面，互远远的人会当听到，还是看到。大家听到、看到的，拢是有一个中央的来源，传出去，互大家收听、收看。伫故事的内面讲的。对有广播了后，台湾人的日常生活开始改变，民众会当透过广播收听音乐、新闻，甚至是节目。第七个直播，因为科技的进步，开始有直播这个服务。直播就是现场直接播送，无经过剪接。将当场发生的代志，即时就看会到、听会到，拢是为着即时分享消息，互听众还是观众第一时间会当参与。大家敢有发现，播送、甲直播、直播，同款华语拢是念做播。但是安怎一个念做播，一个念做播，发音会无同款呢？这就是台语的变音，变音也是变调。播送的播，因为播伫连接线的头前，所以这个播爱对原本的第三音变做第二音，就念做播。但是直播这个播伫连接线后面就维持原本的第三音，念做直播。亲像喙唇这个字句，喙甲唇连做伙，成做一个字句，中间有一个连接线。喙这个字第三声爱变做第二声，念做喙唇。练习时间，第一个野球，
球，野球。第二个球迷，球迷，球迷。第三个联名，联名，联名。第四个科技，科技，科技。第五个无线电，无线电，无线电。第六个报送，报送，报送。第七个直报，直报，直报。好咯，感谢大家收看月娘阿嬷的台语教室，看了爱会记得练习无？咱后一摆再见，拜拜。风在你拍手，目睭弯起嘴，却会阮却会知，伫土地恁有亲情的记，台湾人的心，大国为你咱有我无累积，骨力打拼，相信家己才会出头天。心亲像我采将枝，落地土里，不惊任何困难代志。有缘天，希望渺小，总会风花期，有一天会开花结实。咱的土地，咱的意志。汉子不惊落土烂，不惊，只求一号来台团。伫这，咱的土地，咱伫这长大。台湾，咱用心打拼。1940年，台南的中央中学校球队以亚乐队胜利，得到全岛的冠军，代表台湾前往日本大阪参加第22回全国中等学校骹球大赛。竞赛场地就伫嘉义园南运动场，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队以台湾人为主的骹球队伫嘉义园比赛。1968年，对台东的红叶消防队2支精彩的红不论以7-0的比数打败了日本冠军的队啊！心亲像我采